练习，还在练习，还没在练习，跟他们练习。要在后头点儿，那个灯底下，那个灯光才好，就那个灯底下。一个啊。欢迎兄弟们，欢迎！现在，欢迎两个自由的欢迎两个欢迎两个还要推，体力不够。85的镜头就是体力不够，有点细了，85一点4。退一步，要退后，这个是赔不到钱是。真是。我没带稳定器，如果带稳定器了，稳定器提差了，他们是差的。
点。要腿。来，我从头开始。他要腿。从头开始。再退一点。再腿这儿。再腿这儿。这个跳就走了，没时间了。跳就是了，一跳我就开始。不要这个，开始好简单的。哎，他音乐他没听到，我们没听到什么意思。他以为是，哎，博美，两个博美，老板你看到没有？他也报了他。这国家名字很熟悉的歌。哦，阿龙不在旁边。嘿嘿。那个欧姆在那边坐在那儿直播。曲真热，脾气来了。我不想跳了，不想跳了。好影响心情哦。很影响心情。下一个嘛，马上就拍完了。